老达堡瑶艺术团呢，可以说是我们澜沧县民族民间音乐的一支奇葩。他们演唱的歌曲音色甜美，感情真挚自然。和多声部无伴奏合唱呢，恢宏大气，和声更是妙不可言。下面就请大家欣赏老达堡瑶艺术团带来的多声部无伴奏合唱《打猎歌》，相聚在今天。人年，跨年今年，我和老友，下个交流你朋友。Fala,